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嘅特别报道。全国第一座太公里的陆系范围是包括全台湾嘅客家广播电台、公客广播电台，今日要开台、要开播嘅哦。等下差唔多10:40开始呢，喺新北市嘅新庄會有一個開播茶會，蔡英文總統也會去到現場，當然我哋也會為鄉親來轉播來做現場嘅放送哦。當然呢，一件事情對於客家族群來講係非常重要嘅。客家呢更加有誒24年嚟嘅客家電視，也下呢有誒公客廣播電台，有誒全國性嘅廣播團電視。啊，行政院呢睇前幾日呢也通過誒客家基本法嘅修正草案，打算要來成立財團方面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更加希望係一個公客廣播電台和個客家電視，能擺可能如果表演一個基金會哦。故做今日呢，我哋也有誒兩個專家學者同我哋共下來關心一件事情，來討論客家媒體、族群媒體嘅未來。前面大家來紹介來賓，第一位係真實太好新聞嘅副教授劉飛文先生，教授你好。好，大家好。還有那一個係文化太好新聞的專業助理教授齊正憲先生，教授你好。伊龍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可能鄉親屯睇電視方唔係講過啲看到也兩個先生，唔過其實伊能屯客家電視嘅關係真蠻深喎，伊能有幾多嘅研究，如屯客家電視有關。故種呢，伊能一路以來都係幾關注客家電視嘅發展呢，啊更加有一個全國性嘅廣播。故種今日都有伊呢來同人哋共下來討論。當然更加呢睇開播茶會嘅現場哦，已經真蠻鬧熱的。雖然頭都有講到講，差唔多10:40一個茶會能會正式開始，不過現場已經有真蠻多嘅來賓韓國鄉親嚟哦。現場嘅情形用呢，我哋臨時連線本睇幾個記者陳心怡。好，大家其實明日嘅全國性嘅體力太公里客家電台，等下一下動作12點就會正式開始放送。公客廣播電台係 FM105.9，所以一個下邊會今日盼盼嘅一個成立聚會，希望大家來感受，大家來看到一個按重要嘅意義。總蔡英文等下一下每位來做特別來賓，我俾一個電台發出頭一聲，俾到表現出客家年底整齊族群發展，客家媒體群用權係整齊按多年。可能到話其實啲主辦發通嘅現場，主辦單位係準備嘅軌道，一路以來大家啲整齊，對辦愛夢運通到地下天台，客家電視成立嘅，最面就係來到一個公客廣播電台正式開始放送。唔單止係按呢，其實啲今日嘅發通當中，下邊飛咪俾到一本大家來看到，一個客家文化、客家音樂與按多樣嘅表現。所以大家一下10:40呢開場表演係由嘅一個參加八音團、客家用心、客家採茶劇團來做表演。現場嘅部分呢係由嘅嘉義美、劉少熙、客家老本義帶來個精彩嘅演出。下尾衝出就係一個公客廣播電台嘅一條主題曲。唔單止係按呢哦，其實啲今日嘅發通當中，我哋就會看到第一個現場有一個櫃台嘅 Open Studio， 也就係一個開放式嚟錄音室。一個特別意義就係等下一下12點會有一個特別節目，係支持美廣播人鍾正坤、客家彭一春，因為帶來一個特別節目，也還會靠澳本國外嘅鄉親，將係民族有巴西、客家、美國、亞洲部分有泰國、日本、馬來西亞，我同樣對客家鄉親講，其實一個條一咧全國性嘅客家電台就會開始放送，唔單止按呢，總統蔡英文還會入到一個錄音室來做開始放送嘅選歌，支持每位地度，客家一個所有嘅部分都等下12點特別節目結束嘅，12點開始還會有一個 live 節目總演播來同大家做小結，也就代表公客廣播電台係正式開始運作嘅。客家一下其實現場都行啲準備哦，發通對一個10:40正式開始。以上就係現場嘅最新情形，也係相關時間交辦旁呢。好多車是以同我哋講嘅，等下店裡會有用嚟嘅畫面，還有用嚟嘅節目個。當然，一個公客廣播電台也一陣咪學我哋錄一路以來有睇關心啦，嗬。唔過有位鄉親家是唔個清楚一個成立嘅一個立場，我哋先來看一段新聞報道來了解一下。大家好。
我係文思凱，歡迎大家收看世界一家來做客嘅節目，在講客廣播電台為大家。金鐘主持人文思凱邀請旅遊達人，共下來大嘴股分享有趣味又實用嘅資訊。6月23打開垃圾哦，轉到 FM 105.9，就會聽到一個全新嘅天台。講下廣播電台係全國頭一個太空里的客家電台。就 NCC 今年2月的公布嘅資料來看，全台灣總共有170間無線廣播電台，客語自聽用途嘅有5間，佔客體3%，客家25間電台都係中小公立。客語廣播嘅比例，客家聽嘅多嘅方面，同全國5年就有1年係客語應用嘅比例來看，係顯明唔拉比。啲應用嘅情形下，講下廣播電台就會開始放鬆嘅。今日得到一隻天台，可能大家垃圾打開來聽到聲音，這都冇乜了不起。但是咧喺台灣客家人經過幾十年打拼出來，真得到了一些咧，那個發聲嘅機會啦。打拼嘅幾十年，真得到發聲嘅機會，為爭取傳播媒體權用權，唔單止客家鄉親歸出現地做，按到英美總統未歸什麼。大家長期聽大家客家電視頻道，馬上就要開播嘞！要設立客家的廣播電台，我們目前要設台比較困難，但是我們透過好幾個電台都播出客語的節目，一共有9個小時。在下個月23號，我們有一個廣播電台，叫做共好廣播電台，即將開台。那麼這個是第一個全國性的客語廣播電台。2023年成立嘅客家電視，為設客家廣播電台，大家看作係下年嘅目標。所以客委會對2028年起始就檢討 NCC 大合愛來做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同修法。2012年頒聽客家基本法，明確提出政府是得來設立全國性嘅客家廣播頻道。隔幾3年 ，NCC 講會提供1到3間嘅 FM 傳奇網，一直到2016年8月底，行政院同意將總共報道網同音樂網保留本客委會還有人民費來用。2016年12月17日 ，NCC 合法嘅天台注冊許可項，今年4月25日 ，NCC 再個合法天台駕駛許可證。第6月20日開始放送前6年，客委會將取得廣播執照，但係19年總算有個結果。現在困難就係全國性嘅廣播網頻道本然兩團體咧。本人佔定嚟啦，講下白地位嚇，所以你喺喺weekend時代促進國語，打壓地方，你個文化、彩體文化打壓本地嘅族群喺按呢來看，就係在文化上嘅轉型正義。客家族群的文化，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其實它還是相對之下比較邊緣，甚至還是受到某種的壓抑。所以我們看到開始有所謂的客家電視或者族群電視出現，所以在文化上面的這種意義，不管它是宣示或者實質，我覺得都有它的這種必要性。傳播客家電視成立族群媒體有幾重要位，不過時間看準，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成立條下馬，都是督導票案委託製作。天氣愛換企業也按到行政問題，直至到媒體運作客家經營都唔穩定。過去19年，一個就愛開始放送嘅共客廣播電台，本用嘅來運作，社會態度都紮滿關係。這是整體國家的資源，所以在現在也在修公示法等等的這種做法，應該要思考的是怎麼去資源整合，這樣才可以去節省經費，也避免疊床架屋，那同時也可以兼顧它的自主性。佢牽涉到非常大幅度嘅修正，唔可以就個定義處理起來可能要唔係定價，另外就14年你冇天作啦，但是按樣對客家鄉親公平喎，研討研究嘅，你既然有頻道做得數轉來，但你個公共電視法來做一隻修正，然後呢下呢一步一步來推動成立一個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其實冇乜矛盾。
现时讲下广播电台是由哈比飞设立的客家广播电台储备处来经营。哈比飞就讲，汉摆不响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币一定方向来规划进行，也有机会整合到全国性的太公共集团，好来保障客家的主体性同自主性，每位确保讲下广播电台不是一个有法律经济、有独立的社群媒体。客家新闻陈彦霖、陈欣怡特别报道。我哋头多看到嘅係一個講客天台以成立嘅一個立場哦，頭多也新聞地報有看到講，對於08年開始也用嚟為來成立嘅，再下來我哋來看一張圖表吼，為鄉親來整理嘅，如係一個客家媒體，而係一個規個成立嘅立場，像我看到1987年係客家風雲雜誌創刊，也係含有也係很多客家雜誌吼，啊，再下來台視有第一集。客語嘅電視節目鄉親，然後呢，接下來係1991年上港無線電視台客語新聞陸續有開播。啊，94年開始有第一集一個客家嘅電台，落去報道客家電台，伊主要係喺台北嘅吼。啊，96年呢，苗栗嘅客家文化廣播電台成立嘅，也主要也喺苗栗。啊，97年有一個新客家廣播電台，伊喺桃園新竹地區，伊也專門奇妙哦，伊喺嘅是咧講係第一集。FM 嘅一個商業電台哦，係客家嘅哦，伊要賺錢嘅哦，吼，國家哦，吼，啊，還有呢，97年有一個中共嘅客家頻道有成立，唔過以前到2005年也嗌咱畢業路係提嘅工作嘅，啊，05年伊都冇嘅吼，啊，02年呢，台灣有提出客語嘅8點檔連續劇韓亞哦播出，啊，02年呢，投資媒體企業嘅台灣之音一個電台成立。啊，02年高屏海廣播電台成立，一開始嗰種也有人出名化，吼，啊更加主要都係講客啦，吼。啊，03年都係客家電視台成立，啊2017年係一個講客廣播電台成立，吼。更加嗰種係基隆台台北地區，通喺度，韓國嘉義以南嗰種也通喺度，嗰種係嗰一站嘅那位全台灣通喺度，吼。你上去請問先生，其實。嗰度人會講到講，從日站咪啊，又有人提講嗰度嘅民間社團講要成立台語電視台，好，如果係規個有空台，可能我講下嘅成立也有可能你要說刺激嘛，或者是促進，好有一個效果。到底一個講下廣播電台成立有一個必要冇？徐先生，我哋2013年嘅時間有做一隻，有 VNCC 做一隻調查係咪？魯屯廣播電台有關嘅。啊，你對一個調查來看講客，伊嘅成立有必要冇？好，我想我對兩方面來講啦，哈，我對數據來講話啦，哈，我哋其實呢不止101年有做，哈，我哋其實至105年竟然能做過的啊，是講也能結案係咪公佈哈？啊，也根據也調查數據顯示呢，哈，我哋1禮拜以內有談過我哋廣播節目嘅哈，有36%。好，然後24點鐘又會第八，因為後邊有談過嘅，有30.7%嘅人有談過也廣播嘅節目。按去年嘅時間，我哋做一個網絡嘅調查，針對各個後生嘅人嚟做嘅嚇，有44.9%嘅人一禮拜內有談過我哋廣播嘅節目，按33點嘅人24點鐘以內有談過，所以我哋可以看到其實有差唔多1/3嘅人有咧談廣播嘅節目。雖然講啊，佢媒體越來越多。按他家人講啊，嗰種談廣播節目嘅人越來越少，唔過我哋係看到有也需求存在，吼，所以你調查係比101年有個少嘅嚇，有個少一些有個少，按個平話冇講啊，非常嘅大，有個少一些嘅，有一種趨勢。唔過我哋提出咗網絡嘅調查，發現雖然冇談一般嘅嗰種我哋講啊垃圾油嘅廣播節目，嚇，按個竟會用電腦談。會用我哋數據嘅談，用行動裝置，所以應該講啊，也需求以專業拍嘅平台來談嘅，用其他方式來談。唔講我講還係有一個需求嘅，啊，劉先生講講嘛？我先到睇下實例吼，我嘅客發專門對馬生引用嘅啦，討論啲嚴肅嘅事情，還唔會按講按好。怕羅頓嚟講，對，好，我知道廣播老天師冇賣共用啦，天師人看天師用唔住嘛。啊廣播唔係啊，你控制好。所以你在聽廣播的時候，哈，是可以在從事比較特殊的行為，像視察，跑步、運動，你就都在
谈广播，你总不得看电视，好，所以他在那个群众的分类上面，他的分类的方式跟我们传统上认为一个媒体跟一个媒体之间互相排斥的这种作用不大一样。我们可能要从这个媒体的特性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说，虽然数字在下降，但是以没有办法接触电视或不能从事看电视同时从事的行为来看，广播还是有它的基本的使用的市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就会理解说，广播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被使用的方式。你讲我讲，其实也还很有必要。所以俺们感觉讲，俺们之前有在讨论，俺们这个如果感觉讲，嗰种食材然后会谈广播，平常时嗰种嗰后生的人冇嘛睇谈下广播的。不过老师能做个调查，最少还有3场啦。伊呢还系有嘅，故所也个必要性还系有嘅。不过也有人会讲，其实有个头头有讲到讲有5间天台伊呢系共学嘅嘢，甲总嘛还有一只全国性的喏联播网是唔得哈，因为伊本单路有联播网嘛，本单嘅联播网嗰种有6间，还有一啲花莲之声干嘛？啊，嗰种花莲之声冇嘅系咪？真多嘅啊，假使联播去做嘅多嘅，嗰总嘛有一只太公立的喏，全国性的喏。我上亚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哈，因为我们做亚调查时间哈，去各地开亚座谈会哈，按拄到我们客家的乡亲哈，其实拢会反映一件事情，我们天气的哈，虽然谈得多，不过天气的数天的品质跟范围有限，所以迄摆吼，像我讲的时差，时多某一天40啊，一下又差唔多的，会弯来弯去，啊迄摆差唔多无固定。好，按另外一类来讲啦吼，也喺讲全国性的客家广播电台的成立，其实唔免抢为到客家的族群，因为有青岛对我哋客家文化有兴趣的，也可以做客家族群间其他族群文化交流的平台。所以对亚国土来讲，其实抢客家电视台唔相同，唔免抢我哋客家的乡亲有嚟看。嗰度青岛唔免客家的乡亲，啊，不过有兴趣，伊对节目内容有兴趣，对语言文化有兴趣，伊嘛可以看啊。咁对于其他的天台会有乜嘅影响冇？因为先前其实我有谈到客家的广播天台的头家啦，有讲哦，刚刚呢我拍叔叔的，伊讲我来某去唔几片客家天师工作好冇啊？然后属于来啊呢，咁对于呢我有乜嘅冲击冇？老师有谈到乜嘅反应冇？其实我知道也广播电台哦，太公立广播电台，也一好台啦哈，所以讲客家的这个客语运动10几年、20几年、30几年来都有阶段性的目标了哈。那在阶段性目标当然是跟政策之间互相的拉扯，好或者是互相的配合。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很明显的就是共行两件事情，唔系讲。为真经像很多3年是时间为本老师骂的事情没按钮，可是他在社会上被听到的几率太低的时候，大概你也是某年够某年堂嘞，那你要再推广它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结构的意义，就是一直被听到，一直有机会被听到。像徐老师说的，开车开就不见的话，你这都推南这他们都嘞，你这都来。推动这他们都爱没动奇怪啊，因为我们客家人其实，在台湾，我应该讲就是说有聚落啦，可是应该到处都有客家人才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大功率的电台，它在全台都播出的时候，它在节目的配置上的考虑，一定跟中小功率地方型的电台有不一样的考虑。比方说，我们如果电台有新闻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电台大概是以地方性的新闻、见闻为主。但是我们大功率的大概就是要全省去收，做一个比较普遍性的资讯告知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它在节目的属性、内容的配置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全国性的电台，它的服务的目标是一个比较一致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分众太明显的状态。就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功率的电台有他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且老师也提到一点，如果讲唔爱有冇缺用嘅时球嘅时间，如果训练到冇缺用嘅人才，其实我一直对到台语电视台一件事情，如果因为前几年来我睇面书方有写啦吼，结果有嘅人如因为我哋自家睇客家天师嘅立场，如果讲。我哋做嘅14年，青年無夠簡單，係
嘿啊，假使好路发还前多安尼，我用针刺来救的提扑的时间，能爱想办法去共将上亚天使台嘛，上亚天使台谈啊个大啊，能都唔是咱个胜利的嘛。啊，不过有诶讲好路的人，因能都去反对安尼的讲法。如果想讲，家中嘛唔能有的安尼是唔得有喏。嘿，老师会讲我讲，其他安尼出拳，如果我想办法尽量本人谈得到。最忙上亚台谈唔到，亚台谈得到，啊，按嚟对照到台语电视台，老师讲我讲咩係赞成的哈。所以也喺问题都嚟讲啊，吼，安尼企业讲安尼来维护也传承客家嘅安尼族群嘅语言文化嚟讲，对台语嚟讲吼，青菜专天师来看呢，吼，像闽师啦、山地啦，其实语言青岛一种台语嘅节目。好路做模拟的，佢像我感觉讲奈如谈喺度，不过佢像好路人咩安尼想嘅哈。係，所以如果講到啊，跟人有人哋農委嘛，其實研究有嘅，哦，他們早就有了啊，只是說而唔會感覺講啊，存在個重要，因為他家人行到嚟講好路嘅人係千多，唔講講到嘅啊講合法，哦，我哋能完成呢啲調解研究咩先是，咱存到冇多7%嘅人，哦，啲合法講嘅句千。然後講1800，啊，所以對啊語言的文化流失來講，千強，所以因此，基於這樣的一個觀點，我是感覺講啊，我哋也全國性的客家電視台啊，我哋客家廣播電台成立其實有一個必要性。啊，你學者來看台語電視台有成立的必要嗎？徐老師講唔是係咪？都談得到，那如談得到。應該講，如有成立咧，唔是講刻意去強調講啊，哈，他還要再成立另外一個。劉老師剛講，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說，這個是媒體頻道有限啦，就是這麼多的波段而已，所以它在分配上一定有基本的邏輯要先確定。我們是要公平，還是要正義？公平的話，大家都要有，那就是我們不能有一個原住民台，我們應該要有，看他們幾族，我們就應該幾個哈。那我們也知道台灣會有很多的族群新住民。好，它大概就會有公平一個一個分，但是這不可能，我們都知道，因為頻道就是有限的，特別是大功率的。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好，那我如果用正義的角度的話，就有優先順序的問題。那從國家的角度，或是從公共廣播的角度來看，它應該會有一些特定需要服務，特別需要我們傾注大部分的力量，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力量去服務的族群。那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去重新排一下順位。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有一些語言確實比另外一些語言更需要協助，這樣。那是不是說就用這個標準，然後就說不要有台語電視台？我想也不是這樣，應該這樣講，就是說，當公共服務的資源有限的時候，它就沒有辦法服務那些在自己的範圍裡面就可以長得不錯的語言。我們現在大致來看，台語的長相還不錯，我們可以在大部分的頻道裡都可以聽到台語的演出、新聞，甚至廣告。廣告裡面的台語也蠻多。就這點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台語電視台不用急。就是他還稍微有一點時間，可以慢慢想一下，怎麼樣成立一個台語電台對台語族群最好。因為我想藝人或者是徐老師都會知道說，客台在成立的一開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然後寄人籬下，然後又標案，然後又法規各種不同的法規一直限制或幫助我們。台語台不用經過這一條路啊，不需要啊，那有好的時間，足夠的時間去想，那就再想一下，想清楚了再做，也許會其實會更順利。那這段時間我們在整個社會再重新討論語言的公平跟正義的問題，我想是可行的。老師也都好講到講，亞洲媒體以成立嘅，以係用哪個方式成立嘅？嗬，從客家電視14年咧，可能幾度用詞唔係幾了解，兩個先生非常了解。頭都有講到標案啊，嗬，路邊那講人哋係一隻創傷。好，其實有18種創傷嘅角色，如係以前俺一開始睇台視2年，啊，裡面去東森天視1，啊，再來到共同天視4年安尼，如流浪嘅感覺，啊，流浪到公司，我感覺講，哎呀，就標案如係政府
等于讲专门委托共享天师来做遐个备案，毋过备案愈系一年一包，愈系爱照政府的采购法吼。啊，媒体文化的东西，敢无讲采购法，也件事情，愈一定系特殊特局的嘛，吼，几多事情愈会。像客家天师是毋得有事业，好啊，你有几多按照恁采购法也个东西来做，啊，人家歹势，人家讲客天台呢，伊系有无共用的形式吼，客家天师也14年，人家可能会慢慢变做希望摆脱，莫变做含迄备案的形式，啊，毋过按用来做含可能含有帮水啦，吼，等下眼的是得过来讨论，啊，讲客天台呢，系。也哈是从政府来成立，比如说先前假使乡亲有注意到新闻，也几多复杂的讨论也件事情。如果唔系当政权爱推出媒体哈，啊，侬更加系政府来成立咯。客委会政府的讲法，愈系也系强势的啦吼，愈系依照天台有好数据来嘛，总共的也个报道面、银行面可以数据来的，啊，如先做起来啊，啊，下礼拜再看下生意要用嚟来做啊。老师对啊件事情的看法变嘛个？我想如果以现阶段来讲的话，哈，就是哈，仍然可以是哈，你讲从无到有最困难，好，从无到有最困难，所以在阶段呢，客委会呢以政府的立场哈来成立公客广播电台啊。也确实哈，听党认为讲啊，也跟党政军推出一个媒体哈，中间地位可能无亲合的地方啦哈。不过有像安尼就比如讲啊，像安尼警察广播电台哈，教育广播电台，好，也还安尼军方啊有汉声啊、复兴啊，他们当初成立的时候，拢有伊啊特殊的地方、特别的地方、特别的目的，所以也根据啊广播电视法第5条，要相同根据啊特别的目的呢。所以呢，由客委会呢，签署以也形式呢来成立我哋公客广播电台。按客委会当然係講下一擺係有法度的話，如果用公共傳播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的形式來運作，然後進一步考慮到跟客家電視台、公客廣播電台，攏係編入也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裡邊來向下運作。唔敢講安尼係一個過渡性的做法，係接受的得。應該唔係講接受嘅，第講現實嘅情形來講，吼來顧慮到大家鄉親嘅需要，吼啊，簽署來講，但是也喺過渡情形，希望盡量咧唔好講拖得急。我有啲疑問係啊，假使一個總共嘅報道面、銀行面輸轉來，有一個期限下，如係一個時間唔做 NCC 要輸轉去，像上班嘅係咪？伊個期限差唔多可以叫。都2年係咪？嗰時候政府都有一個，都感覺有壓力，伊挺會搶快先做起來。啊，劉先生咁講嘛？大家想到政府就會想到政治啦，不過政府有其他事情要做啦，那個路燈啊、馬路啊、各種，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想，就是說，想到政治是好麻煩，好，黨政軍就會出現，就會想講最後冇一來哈。但是如果從那個服務的角度看，頻道空在那裡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嘛，沒有在使用它。然後客語需要扶植，然後你也不去做它，這樣也是失職嘛。所以如果從政府有它的功能性的角度來看，我覺得目前這個階段，就像徐老師說的，在短時間內大概是可以理解為什麼要有客委會來發動。不過我們都知道電視台或電台都是非常非常專業的，所以我認為啦，就是所謂的政府或政府部門的角色，其實重點在於這段時間把它成立起來之後，重點在於讓它朝向專業化的方向去發展，它到底做了什麼？這可能是核心的觀察的焦點。唔係講佢來做只做唔得，係講佢下一步做什麼？下一步做嘛該？係越來越專業，讓交給專業的人做，否則的話就真的就是像我們討論的這個，就是黨政軍沒有推出的概念了。那伊啲想法係從客家天師一開始其實也有18倉促成軍嘛，因為講45年都開台，啊講客其實也係有18幾倍嘛吼。如果係咪人人苗種長途少數族群吼，應該
唔想要有一只媒体，唔过俺哋都冇想清楚，俺到底用嚟做，如係毛毛風嗰種俺哋講嗰句，唔過冇實際去想，俺到底老師講嘅階段性吼，下一步俺要做嘛嘅，俺哋嗰種唔但搶人民，政府也冇想，嗰說唔毛毛風有一只媒體，哎呦，衝開種哦，衝開種起來安尼，如果變到講俺哋是有，係咪俺哋嘅做法加入安尼？嗰時候會變做講假如先做啊，先成立備，然後整起來，下一擺再去看下先應用嚟做。我哋先了一下聽，等下個繼續來討論，我哋一個關於重要嘅促進媒體發展嘅未來。歡迎到做來我哋 TPA 報道嘅現場，頭都我哋講到講共客廣播電台呢，伊嘅成立嘅一個立場，係個以英國用嚟成立過後哦。我哋請導播本大家看一下，一個共客廣播電台伊係用嚟嘅方面依據來成立嘅啦，嗬。伊如係照一個廣播電視法第5條，如係政府為到提天嘅目的，用政府名義成立嘅係公營廣播電視事業，嗬。啊，還有客家基本法第12條，如係政府要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同媒體權用權，而照法來付出規劃設立全國性嘅客家廣播同電視專屬頻道，如係照也兩個法來成立一個共客廣播電台，係我哋好多講到講，因為已經有5間一個廣播電台，因為係共客嘅嘢，啊，因為都係中小公里的，更加有一個大公里的共客廣播電台，因為也有18小講加下一擺，因為呢生存會受到影響嘛。我哋來看一個新聞報道。是講日日是當包咯，哈，日日當包咯。其實生意做得好，可能有啦，哎呀。主持人一條答啲大隻股講定成發行睇睇細細事情，相信客家廣播電台啊用嘅總公里電台，認證同嚟到嘅範圍較細，其他特別地區韓國土著名嘅客家鄉親將同嚟到，看到某嘅東區嘅全國性大公里共客廣播電台總算成立備。其實地方電台業者有歡喜，沒有受理。短期哈，你聽會受到影響，啊，因為太高咁講，新城市啊，哈，你堂了哈，你啊講下電台哈，都你佢嘅內容用白嘛。迄講佢講得真好，迄做得真好，啊，因為按個前下青島嘅唐中威，哈，是關心嘛，哈，會是關心嘛。佢對個地方性電台嚟講，佢當然就壓力啦。佢認為就變成就係競爭嘛。每件本地嘅堂中本年長照豪宅短講，認證營運規模所狀態嘛。觀眾流失，主持人人才外流，係地方性客家電台可能會受到影響。共客廣播電台還因為同中小公里嘅電台合作呢，係特別重要。第一個當然它就是聽眾的流失嘛，啊，因為大家就覺得說，有講客電台可以聽，他們就聽講客電台。那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個節目製作資源也會被搶走，啊，因為現在地方的廣播電台，它經費沒有那麼充裕，所以它能夠付給這個主持人也好啊，或者是來賓也好啊，或者是做相關的企劃，它的預算也是有限的。那今天如果講客電台出現了，假設它是完全自己做節目，那從一般的願意主持客家節目的主持人來講，他當然也是希望能夠到全國性的廣播電台嘛，那這也會對於地方性的電台的資源造成影響。頭擺啲全國性客家電台忙成立以前，合肥就播出地方電台用聯播方式來直播客家節目。對私人營運嘅商業電台嚟講，有項播出每一類動創要專業。韓國南北聯播會繼續維持下去麼？未影響到地方客家電台嘅生存空間。剛才講過講，你喺目前已經5間嘅行業專業嘅電台，大部分係中小公里地方性嘅，嚇。基本上佢發射出去嘅範圍都有限，當然其他處係多佢地方市場啊樣嚟講嚇嘅範圍內來做佢經營嘅規劃，呢係做全國性嘅規劃，所以你希望講將來呢節目內容嚇，老地方性嘅兩個行業專用電台之間嚇有一個市場上嘅區隔嚇，目前佔到幾個市場嚇，
冇去影响到家嘅经营，啊，全国性嘅落地方性嘅做得相辅相成。当然係希望中央嘅客家委員會係咁樣按照方式，至少落地方性嘅天台合作啊，至少一個基本嘅啦，對兩個地方天台一個資源啦，冇浪費嘛。因為你種中央嘅個共學天台，你中央你要去兩方面嘅設施，兩方面嘅設施，中央你咪要花錢啊。合作方式愛整合客家廣播人才培育，未係講下廣播天台一定從要應付。看下講下廣播天台嘅節目表，亦都係客家廣播界路徑1萬人。從係總理向1多年，還係成立為廣播金鐘獎嘅客家廣播人。對好多小李講下廣播天台會造成地方天台人才外流。前報道客家廣播天台台中彭飛燕係提出冇強用看法。呢一種培養新嘅廣播人才當重要，應該知道廣客天台應當愛做呢一種部，但是佢係做呢一種部分，有冇可能講呢一種人才全部本期落去咧？但是你落去唔怕，但是你要用辦人到廣客天台內，你做全國嘅聯播部分，你用辦人是分配到呢一種中小嘅呢一種天台地盤咧，就唔會有安排嘅落差，對呢一度咧人才一定來培養。雖然講下廣播天台成立過後，可能會對地方客家天台帶來一道影響，不過一樣做成人點都可能會想辦法提升節目品質來幫喺當中。對佢客家廣播界可能會有正面提升效果。客家新聞張報道。我哋報道地杯記者最後講嘅個團吼，兩位先生伊啱頭吼，如果對亞團唔能講講下天台成立嘅，伊可能也會促進地方天台一個進步，能係認同一件事情呢？來講應該是競爭又合作啦，因為當然人我哋談來有可能有固定的形式吼，有一個新的天台，廣播天台來成立，伊可能有興趣會談看啊。講像伊講做得好，某一天會掉落來又會應談。對地方來講，廣播天台講加幫助的，加聽眾加幫助的。可能人家做節目需要人才，有加幫助的。不過呢，我係對另外嚟講，有新的廣播天台成立，如果有這種競爭的壓力，我係做得好，如果做得比較搞得好，我哋平時當會進步啊，咱可以再幫過去人嘛，也是提建。第二個呢，但伊個新的天台全國性的成立，伊需要幾多資源，有幾多資源，伊他無法度全部攏一家來，所以咪可以講啊嗬，有好嘅節目，我哋可以做交流啊，我哋從聯播嘅形式，對我哋一片表，我哋可以共同直播，也一個入，所以我哋可以加也太平係做個太壓咧，每一天講啊，他可能是原來病嘅地位上佔。按亞觀念來講啊，如果我們來看待，我們多了一個競爭的對手，可是這個競爭的對手，我們有合作的空間，我們可以一起來為這個客家的這個節目來做努力，那也不見得是一個壞事。劉先生咩係按你講過沒？其實從過去那個客台成立之後，客台新聞部的表現跟客台新聞部跟其他商業台新聞部的關係，大概可以看出一個脈絡。因為我們也是在報道全國式的事件，我們有側重客家，可是有一些不是客家但客家人該關心的事情，我們也在報道。那以前我們也會發現說，我們有全國性的電視台之後呢，有一些地方性的電視台，他們在新聞的表現上會開始找自己的利基或所謂的市場。比方說，很明顯的這幾年那個在卓越新聞獎得到很多提名的，台中南投這個大台中的電視台，你會看到說，他特別經營地方新聞，然後呢，不但經營深入，還有他自己非常特別的形式，哈，所以看起來他的對象，他不是把競爭對手當他唯一看到的對象，他是看着他的觀眾的需求的，那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有類似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小功率的電台，它因為在地方，所以它有它地方經營的優勢，它有它經營的經驗。那大功率電台，它因為要搜羅全區，所以它一定在人力上比較短缺，然後沒有辦法照顧比較小規模的社區，或者是社區裡面比較中小型的事件。所以就對象服務的對象來看。我覺得慢慢的會形成一個一層一層的一個分配了，這個大家在過去的歷史上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它可能會刺激中小型的或者是地方型的電台說，好了，那我現在要重新想我的服務對象是誰。聽 V 冇強用，聽 V 冇強用，觀眾冇強用，堂中冇強用，你嘅做法沒冇強用，你可能會想講。
有乜嘅新嘅做法，我嘅观众、我嘅听众会关心我嘅风色，哈，你就会他其实会比较集中哎，我反而会觉得更专业，大家会更专业这样。路边那讲有竞争呢，你都唔会想过啊，我都估亚群，我可能会想到我有可能去抢那群呢，唐中某安呢，哈。老师还有讲，还要补充一点哈，当然我们地方的广播电台会有一类疑虑会讲啊，除了这个听众的流失之外，还有一类会重要讲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宣传广告哈，就是包括这个政府各项的宣传，甚至有一些这个宣传的那个补出新的东西，补出新的东西露出，有重要的安太监。不会刚才地方的那种穷者嘛，所以这个也要呼吁公安人在政府在下这个做各项的那个行销宣传的时候，其实应该考虑到说地区性的它的特别的需求，因为中央的它一定是针对全国性的，所以绝对不会考虑到地方特别的需求跟特别的对象。可是假如说，比如说我们桃竹苗哈，然后我们高屏地区以政府考虑不一定要上全国浪费资源它的宣传地方性的活动，我就上地方性的电台，它就可以做相关的宣传了。那这样子就有一个分工出来，就不会说形成这个剧烈竞争的一个心态。也哈睇个开播茶费的现场，个几道乡市几号可能用心个采茶系统，伊能睇到样了。我哋先来看伊能现场嘅情形。为父盼头后生贵，太家一岁里也退呀从前改改修颜开修颜开看懂你，叫他一送吴云里来，吴云里。一天怪发珠算走千里来，走千里。中国路都起毛里快无比嘞，快无比。曹贵桥，铁哭儿童会行起来，会行起。李通平，身把沙江不离起来，不离起。太雄子受常有限，传万里来，传万里。蓝太傅发宝把蓝素女提来，素女提。好仙姑，见太上离去乱意来起乱意。众贤抢了，抢了！今天乃是共下广播电台开播典礼，下为会理诸位兄友富贵来到会场，不敌众贤中
如何战役先赢一趟啊？因此啊，爱请问，爱先讲，爱先讲啊！久等共客共波台，何事春顺破土来？感谢总统改支持，客家乡亲少年开，各位太贤请开榜。客家风霜挑万台，节目丰富多年化，树堂天台强下来。好一届树堂共客共播电台强下来，一河一笔，一河百松。百松一并，各位天啊！各位贵宾，也下你的蔡英文总统来到现场诶，你係咪前文总统应该热情的掌聲？歡迎你客家省的蔡英文總統。你係咪向下來講一聲總統好，好冇？總統好。
感谢客家白人、客家大家看到的白线庆开台带来精彩嘅表演。当然呢，今日按欢喜嘅日嚟，等下你要唱下来念只11點嘅時間，總統會請神打開一個康數委員也就講出第一句話。當然咯，會提高你講客廣播電台嘅辨識度嘅話。我哋看到呢，一個台播茶飛總統已經去到現場了喲。等下一下，然後呢，一個茶飛路正式開始嘅。我哋有看到講，頭都有講到，廣播以外培養人才，然後可以增加人哋嘅競爭力。不過我哋也有發現講。一開始家下都係會過緊嘛吼，後邊睇睇啊，以下係會請某人啊，一個情形其實先前大家也會討論到，客家電視成立家下係安尼，都係嗰時間還有海選咯吼，有先幾多年，從安尼都係嗰時間嘅批，都完全冇經驗嘅人啊，開始安尼訓練。唔過廣播呢，有冇可能以下有按多嘅人，係以下有按多嘅人搶下落來啊？伊都經費也冇講按多，啊，路邊啊講，嗰當然都係用減嘅，係都係無法度講專職嘅地步，伊可能一隻廣播電台以前是的專門嘅人，可能養不到幾個人嘛，吼，嗰當然都係愛減嘅，啊，安尼大家都係用兼職嘅方式，係咪也幾難去有一啲過長嘅時間去訓練人才，會有安尼嘅情形。係。當然也是一定會吼，咱咪咧頭前嚟講咧，對舞蹈對從無到有也過程中有安尼吼。不過對長遠嘅發展嚟講，也情形愈斷愈好，吼。所以其政府底部，它如果還是政府經營的話，它就會受到這個限制，因為也要有公務員的身份，公務員的身份嘛，吼啊，它是那短期的約聘，吼，它伊都會有影響到。所以我哋喺長期呼籲嚟講，長期嚟講，它應該要擺脫亞嘅形式嘅過渡時期，有一啲專門咧嚇嘅安尼組織嚇，也公司也安尼財團法人嚇來專門經營也講下廣播電台，嚇啊有人才長期嘅培養，而不是也種種短打形式嘅方式來成立。長期培養真嘅。我哋客家電視台14年，如果講過講，這係這麼難的事情啦。吼，後擺我講過講，唔像培訓班咁樣，都係唔訓練的差唔多嘅，人都離開嘅，為別台來訓練人才。你講過講廣播，我也讀到安尼嘅情形。因為那個電台、電視台哦，實在是有一定的專業啦。它在播出或者是在內容的挑選上面吼。不大像是說它的門檻比較高，它的門檻真的比較高，然後時間又長，然後我們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其實冇可能不太個按後的薪水哈，冇可能啦。所以我為什麼剛才講說大家對於政府成立電台這麼有疑慮，我其實比較傾向於認為說政府的角色。真的是要在各種不同的歷史的教訓裡面，找到一個比較可行的制度去做一個實現，去評估這個實現的效果怎麼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不會是對內容的一個介入，而反而是對制度的一個比較嘗試性的一個做法。比方說以客台的戲劇來說。我們現在有一部分的委制或外制嘛，那個也是我們台內沒有足夠的這麼多的導演、編劇的人才，所以就要利用現有的製作團隊、製作公司的能力來做客台的戲劇。但我們有我們的編審啊，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合作把關的方式。那電台在一開始的時候人沒有這麼多的情況下，恐怕是要考慮類似的合作方案，就是既有的社區電台、既有的廣播人才，類似合作借用或者是兼任兼職，甚至是怎麼樣相互配合的方式來度過這個過渡期。但是到了某一個階段之後，當政府的角色規劃角色變淡之後，它一定要成為一個專職的機構，以專業來領導這樣的一個族群電台或族群電視台，否則的話，當我們不夠專業的時候，現在不是中小型的電台要害怕講課電台成立拉生意，而是講課電台要想辦法從人家的手上找到聽眾。那這個是一個到底會往哪邊走，在那個過渡的那個轉換點上是蠻關鍵的。同時，我哋也會想講，廣播同電視確實，像頭都講到路係，伊也冇可能像電視愛養那麼多人哈。就算客家電視8個人，其實也算特殊嘅吼。佢就
像土豆先生讲，有的东西如果同配的制作单位合作，不过也咩係好嘅，某種程度來看，如果唔冇準確自家做嘛，以為你也可以來接觸客家嘅東西。啊，廣播嘅部分呢，如伊唔單唱經營方式冇共樣。先前幾度好早也提討論過，廣播跟電視本來就是不一樣的媒體。啊，唔過我哋更加係用共用一個法，一個廣電法去規範。老師有講過講，也廣播同電視有時要分開來規範下。唔過又有人講，啊廣播都已經常常沒落嚇嘅媒體，而家唔係有時要講味道一個廣播去爭一隻法出來嚇。老師咁講咯。那像廣播跟電視確實冇共用哈，伊咧大部分還是以視覺為主哈，啊伊咧用糖嘅感覺多，所以其實青島嘅方面製作嘅專業都冇共用，也過程嘛冇用共用。當然啦，現在慢慢數位匯流，可能慢慢的會有角度哈，有都可以哈，就像佢用直播用糖嘅嘛，可以用可能有18，不過伊是冇相同嘅專業啦。因此按你來講哈，廣播跟電視應該用冇相同嘅規範，哈，也運作方式冇同，這是第一點。第二呢，沒有很多人講啊，廣播愈稀微哈，越來越式微啊，需要去轉化去規定啊。不過因為按你來講，既然影響力冇共享，吼，電視影響力較大，可能規範得較為嚴格。按廣播電台來講，伊應該要去保護跟扶持它，跟獎勵它，所以伊應該用冇共享的機制去來規範。咁我哋用共享唔就共幫共下，頂多幫數幫強，嗰度地方冇法度嚟做。劉先生咯，法規的功能，法規的功能不是對實際運作每一天的那個我要放什麼內容來做規範，它的法規的功能是制度性的規則，比方說什麼樣的人可以，誰可以經營電視台，多少電視台，誰可以經營廣播電台，如何申請，這一類的程序性的規則。所以如果我們認為這兩種媒體應該有不同的程序、不同的這個手法來開放，或者是使它有一個法律的架構的話，那它就應該要分開。可是我們今天談的是說，它是不同的人才，或者它的是滿足觀眾不同的需求的時候，法規可能就管不到了哈。我今天早上來的時候在聽講課電台哈，就是試播嘛。老師家等下，我哋等下過來講，因為嗰種現場呢，我多說一年時候開始，我哋來看一下現場嘅畫面。後背面嘅素材會向下來倒數15秒嘅時間，15秒嘅時間，呢度嘅阿坤哥就會錄下嘅聲音，睇自家所有嘅聲音哦。雖然講糖垃圾哦看唔到人面哦，唔過人嘅聲清強，而清亮嘅傳出去。記得咯，倒數5秒嘅時候呢，你要向下來倒數，本全國嘅聽眾聽到你嘅聲音，唔單唱到台灣聽聽，世界各地所展開啲名錄蛋糕。打上你嘅廣客廣播電台，就做得對名錄蛋糕無緣否決嘅向下來數堂咧。大家會緊張冇？像你下千緊張會拍係總統哦，因為佢哋會打開你嘅抗數過後，就會留你嘅聲音，表送到全國基本睇自家世界各地嘅人來聽到嘅。係講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勢話，你下演技倒數為30秒嘅時間呢，差唔多過10秒過後，我們就一起來倒數，大家準備好勢嘛？哦，客家人最冇叫用準備好嘛？倒數5秒的時候，我們現在也請總統跟大家揮揮手。總統好，4、3、2、1。廣客廣播電台一下正式開播。
哇，总统啊，非常感谢20几年嘅政见，國家級嘅講客廣播電台開播了，你為客家寫了新嘅一頁哦。韓國咧，你沒有來樹木，感謝到你順頭了李主委哦，你也辛苦咧。你講國家級嘅講客廣播電台開播咧，就得講係非常大嘅一個工廠哦。所以你在座嘅鄉親朋友、空中嘅鄉親朋友，非常羨慕感謝你客委會韓國所有同仁大家嘅辛苦。總統呢，我請你為歷史上第一間國家級嘅講客廣播電台講幾句話哦。係啊，總統，你下是請你為你嘅講客廣播電台第一集節目來開講，那邀請我們的總統，我們致辭。李主委，各位貴賓，大家安坐，大家好。今晡日係講客廣播電台開播嘅第2年，真歡喜做得到大家共同看到恩利在推廣傳承客家語言文化嘅工作有個進一大步。恩利客家朋友常調會關心客家祖宗語嘅保存，我總會記得從小鎮中落老嘅講嘅，其中煩惱冇客家話就冇客家人嘅。我是講過蔡英文做總統，我嘅政府聽說全力挺客家，絕對唔會換客家祖宗語、祖宗話滅絕。今晡日講客廣播電台開播，就係表示恩利為客人、為客家文化打拼嘅決心。1988年嘅時節，反過每年萬人大遊行，我爭取7個每年嘅發聲權。到1997年，台灣將有第一個客語電台，也就係台北嘅寶島客家電台。過去嘅政府都有想係一間全國性嘅客語電台，一直都無法做到。也下恩利有決心，總算順利完成講客電台嘅開播。全國性講客廣播電台係台灣客家語言老文化轉型正義中一個重要嘅指標，也係客家文藝復興中一個重要嘅工作。恩利還會用更加全面性嘅政策來推動推廣客家。大家最關心嘅浪漫客莊台山線，唔單止會用年度預算來執行，在前瞻計劃中，也會用特別預算結合新文創、新農業、生態旅遊來加速進行客莊。上禮拜四，行政院也通過了客家基本法嘅草案。在基本法當中就有我嘅承諾，留客語嚟做國家語言，也愛成立客家研究發展中心來研究發展客語，實實在在做客家。在客家重點所在，所有嘅公家機關都愛提供客語服務。在中小學語言課程中，客語也要繼續必修，也係本客語主流化、深化嘅重要手法。恩利期待立法院做得親切來通過。搶救母語唔單止愛有力量，更愛靠有行通。政府會用法制化來保存客家語言。客語係客人留客家文化嘅根。恩利會用所有嘅力量來幫客家文化
在台湾创台梦想起来。再一摆，感谢各位先进出按努力，愿你将来含爱强海大片，什么太极家，多谢安之生。天空中来。沈梦总统、唐豆总统全部讲客家话都顺风都，梦子都会流出来之后，非常的感动。我相信太起家咪系强样。那个时节，大家有看到我从我书房那个牌的冇？那个到nhà bia không cầm做得拿起來，然後搶下來翕相嘅時節，拿到人嘅胸頭前，從眼安樣哦，記得做唔得安樣帶。好多總統講嘅新分中全場講下個，下個好奇唔比嘅廣播電台嘅鄉親談到會講我講過千蚊喎，唔過因為談唔到，看唔到人，搶談到上。啊，又係總統提一個電台地方講吼，我相信錄像頭都嘅主持人講可能佢感覺係過貼拍的，我哋聊一下聽歌都轉來節目現場。台灣第一個太公里的是的範圍包括全台灣嘅客家廣播電台，講客廣播電台今年開播嘅，好多呢睇一個開播茶會項，蔡總統呢也提得來發送。雖然鄉親先前可能睇直播嘅時間錄談嘅都一個節目嘅嗬，總統好多支持嘅時間也有講到講，也係轉型正義韓國文藝復興歸重要嘅工作個，也有講到講先前有屯客話也變做列做人嘅歸義嘅一部分，韓國呢也有講到行政院先前有一個通過嘅客家基本法嘅修正草案，打算要來成立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我哋底下也繼續來討論咯。今日現場也有邀請劉飛雲先生、韓國齊正憲先生同我哋傾下來談一下一個客家媒體促權媒體嘅未來。好多睇總統支持前，劉先生有講到講，今日要先準備一個共享電台，係咪？係，茶檔談一下。啊，知道一下直播嘅節目吼，懂很年輕啦，哈，就是一方面是說唔係全上共學，因為很多看電視有時候看啊，他們是呢做在看視，但是那個廣播哈，真的這是另外一回事哈。不過我覺得有幾個在聽那個比較像試播的節目呢，聽得出來主持人在推廣客語這件事情上還蠻用心的哈。那今日談到係講要教人講做每一件事情，教每一開始講做每一件，講廚藝嘅你行業廚藝做嘅事情啊，還有諺語這一類的。3分鐘聽，3分鐘聽，但是講得蠻完整的。我覺得這個模式呢，對於母語教學推廣，還有打破這個客家人跟其他語言族群的界限，是一個蠻有效的方法。對，唐老師你講起來，其實廣播同電視以後呢，功能也是得分一下吼，因為電視都有24年來一次有數度討論，都係唔講到語言嘅時間，都過快處理嘅啦，都過難題題嘅，因為有啲人會感覺講，後生人會講，客家電視行業嘅比例冇按高，他唔是，就算有私募講嘅咧，每啲節目都有私募嘛，而係會感覺也係個上數嘅語言。啊，老一批嘅都會講，客話比例太少嘅，我看唔下去。啊，係咪像老師係嚟講，也係，唔過像是得分工一下，如果唔可以比嗰種愛搞好嘅時間，廣播可能可以做嘅部分如果多一些。老師咁講嘛。所以假如有一個關鍵就講聽眾的需求在哪裡？好，你的聽眾對象是誰？你如果考慮到也需求來做節目，所以一個廣播電台24點鐘能播音。好，相同可以根據人家觀眾收聽的習慣，好，比如來講，可能你下晝頭有18時間，後上映可能搞冇時間去聽人家廣播嘅節目，所以搶時間可能那個聽眾年齡層比較大一點的時候，人家客語嘅朋友可以各個一起嚟，好，講嘅也做嘅節目又冇共用，係針對後上映嘅話，後上映可能冇法度
因通用客话安尼讲遐节目也通唔下，毋过毋可以从事讲啊，像俺没有私堂吼，伊也私厅在里边有青岛去介绍个流行歌曲，吼有见安尼客家晓上演创作的歌曲，吼也做音乐，伊也接触如果唱歌，按只音乐底摆，吼像个去俾堂台讲按要讲勇敢。哦，陈太太，要安尼教，哦，要用耶稣歌的，按也歌就不如教讲哦，伊用的创作的，按也去合法样讲，咁样相同达到也共样的情形，啊，毋过以为帮人哋晓上演来读，哦，也都无共样的观众的分众的特性，如果根据也来经营来做节目，安尼当有法度。其实你一只台本身如果分众的嘛吼，毋过客家天师独多的迄伊呢希望你的台整个分众，安尼也跟人哋底下过来讨论，因为人哋现场嗰种有一些的画面是咧屯大家来看那是来看演唱。FM 105.9，欢迎大家来收听。两个早上，系送本所有为了模拟运动当大兵嘅所有朋友，也系属于我哋客家人嘅广播电台。接下来呢，我哋还有祝福，系对海内外来嘅客家人呢，系嘅同乡嘅民族。不过，许多呢特别都有办法，生活都同好。故所呢，两个时节，而家庭对海外来嘅祝福，全体本体切家，向下来欣赏对海外来嘅乡亲嘅祝福。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在这里，我要恭喜由台湾客家委员会筹设的公客广播电台正式开台。我的办公室今年起与客家委员会共同推动多项马台之间跨国的客家文化交流活动。我相信，随着公客广播电台的成立，多了一个媒介管道，必定会更深化两地之间的客家文化交流。再次恭贺我们的公客广播电台海台成功，祝贺客家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张允时，今本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台湾国家级的公客广播电台要开播了。我想起每次在台湾，因为故乡的亲人、朋友，尤其年轻人，不再讲客家话。希望因为讲客的广播电台开播以后，大家尽量来收听，尽量来讲客家话，安样人因为客家话，因为客家文化，就有机会继续传下去。希望大家好，我是吴启修，当欢喜听到讲客广播电台，从2023年开播。头一篇我祝福你讲客广播电台嘅开播典礼，祝福佢嘅未来事业蒸蒸日上，对你不但喺台湾嘅乡亲做嚟享受到，连海外嘅乡亲，你透过名录，你也做嚟来同台湾做嚟做同步嘅咁样嘅文化学习啊健身，非常欢喜，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张伟平，我是杨万燕，今日来恭喜你的客家电台开台。我今年的时间咯，在台湾啊，有听到你诸位啊，伫讲我来攀列的天台，我冇想到蛮一年哦，2023做开台咧，恭祝你的客家电台开台成功，唐人青岛发扬到全世界，感谢，谢谢。主持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良斌，台湾带做苗栗县创票乡，我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子弟，都原来的大兵，我祝福客家广播电台开台成功，唐中满天下，大家快乐，谢谢。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客家同乡会嘅前会长甘凤仪，当欢喜听到呢个好消息，讲客广播电台为第6月24早晨10点开播。
我哋咧呢嚟祝福講客廣播電台收視率日日增加，萬事如意。民主台灣客家聯合會的會長梁振傑同恭喜新的客家電台嘅成立。有一個電台客家人嘅話，父親傳來嘅話就永久全球會繼續傳下去。你子孫代代通過傳客家話。以前弱勢嘅團體、弱勢嘅語言一下就冇了，都唔敢面對弱勢。感謝，恭喜恭喜！各位聽眾，最近我聽到講，客家電台會成立講客嘅部分，以前我冇記得咧，多數係有我聽說，非常嘅少。拜託各位做家長嘅人同埋好好考慮，讓班級培養第二代、第三代保存人家嘅客話。最後係客家話冇人講啊，客人都冇得意啊。這樣，拜託大家，感謝。客家世界客家，今日客家嘅聲音，就要俾全世界嘅人聽下來聽咧。當然，行來要當到人來攞你支持。提前呢，你要先來邀請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嘅主任委員范光權主任委員來到台當個來大家講幾句話嘅，掌聲有請范主委。李主委、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今日係非常知道大家非常可以講興奮嘅日子啦，非常好嘅日子，因為講客嘅電台啊，客家講客廣播電台啊，今日正式成立㗎。開播，那呢係呢？客家人長久嘅信念啊，今日實現哦。尤其電台係全國性嚟哦，講得非常係難得。喺今日開播也蔡總統非常係從事在百忙之中啊，也趕來親自來主持呢個開播係。典禮啊，那也表示啊，總統老政府啊，一體對客家人嚟重視老尊重，所以我相信啊，作為客家嘅主體啊，應該大家會念念在心。我哋喺呢個節目之中也有介紹，客家委員會呢，在2001年6月14日正式嚟成立。家下我受命來擔任第一屆主任委員，我深深嘅感覺到啊，也認識到啊，客家正經嘅大危機啊，在於客家話、客家語言嘅傳信，講得前腳嘅速度在流失之中。另外相信係客家主體、客家鄉親啊，大家也認識到也擔心嘅事情，因為到客家話流失、客家話冇睇啦。客家文化，老客家人啊，全部會唔見睇起啦，所以呢，呢個非常嚴重。
所以呢，我認為客家委員會嘅重大嘅讓任務啊，就是為來維持維護呢客家話嘅傳承。不過為維護來進一步來挽救呢啲樣嘅危機啊，唔係很簡單嘅事情哦。你實際講為靠呢客家鄉親大家會有長久啲嚟，有你嘅自覺、勞努力，但同時呢，也會呢政府嘅大力嘅支持。所以在安尼嘅情況之下，今日嚟呢講客廣播電台係開播，我認為有以下2點嘅重大嘅意義。意義之一呢，是表示講呢國家對客家族群嘅重視到尊重，也使得呢客家人很有自信，也很有尊嚴，也增加了呢客家人嚟在呢國家在社會上嘅也能見度哦，呢點也非常嘅要緊。第二點嘅意義啊，你係呢電台開播啊，為要處於呢來打造優質嘅講客家話嘅大環境。那有安尼大環境嚟嘅措施啊，也對呢客家話嘅傳承到客家文化嘅保存到發展啊，要前積極啲嚟幫忙。那今日呢，呢講客嘅廣播電台啊，開播，我也要以下2點嘅簡單嘅期待。期待之一呢，是我希望呢電台可以推出2前好嘅優質嘅節目，來使到前多人啊來後談哦，呢點前要緊。肯講到優質嘅節目嘅內容啊，哦，我希望呢係愛。要一方面維護呢客家傳統，當然包含客家文化傳統，也會注意到呢對時代嘅進步呢，要現代化係嘅強烈嘅觀念哦，所以呢要現代化、開展性、到進步性。那同時呢，也要呢節目嘅要客家文化鄉土性，不過也要面向世界世界觀哦，也是第一點。第二點嘅期待啊，是溫到先呢節目要介紹呢客家話啊，在呢台灣啊有5種不同嘅腔啦，哦。自然啦、海陸啦、台步啦、尿片啦、早安啦，哦，我哋5種嘅不同嘅腔啊，我睇主持嘅小時就大約就按啲調查一下，顯然最腔嘅最多嘅就係自然，第二可能係海陸，但其他嘅可能前少嘅用啦，嚇，所以很難弱勢，所以我希望啊，你按重要嘅全國性嘅廣播電台啊、客家啊，在節目中嘅使用嘅言語嘅強調嘅時節啦，會考慮到呢點，唔記得自然海陸之外，還有3則台步、尿片、早安，哦，你係人們來陪。來使到你嘅各種嘅強調啊，可以適當啲嚟均分啲嚟來使用到，哦，我認為非常嘅要緊。你千萬唔好講，你新客家廣播電台嘅
新立到快播啊，哦，颠倒是多肉血强调啊，啥汉啊换算汉啊冇得去啊，也是印尼的注意来平面来，我哋以上嘅劝解啊，向各位乡亲多多指教，也祝福印尼天台啊，讲得快播顺利，印尼客家话。春心啊，可以源源久久，代代传下去。也祝各位乡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大家。希望。好，也係頭擺係行政嘅校委會，嘅時節替因助委方光權前助委伊嘅支持吼。底下呢也個相應嘅校委會助委李雲地也會出來支持。人哋頭都講到講節目嘅規劃啦，吼，也有講到講。其實你也看事情，如真係幾難睇頭，如係唔多帶你嘅客話比例為一個，天師讀到，人哋天師也讀到過太困難。啊，廣播有韓國唔是講，因為冇字幕啊，唔嘅語言其實都會讀到其他嘅問題啊。老師會針對來講嘛？還是說公共天師啊，或者說公共廣播集團要，我們大家對他有一個認識是說，它是公共哈，它真的不是商業機制，然後它的公共會在媒體這個層面上，我會認為我們可能要稍微讓它有一點實驗性質的東西可以再強烈一點。為什麼這麼講？然後這個對族群也是有幫助的。像我剛才講說，我不是聽到這個講課電台在試播說，在講專門噶處理乜嘢哈，在教我們。我自己會認為說，我們在小學階段的那個母語教育啊，有時候老師的教材很難找。然後又有腔調問題，所以大家先生講開了，家長先生講西煙，學生係做揾來揾去，一年生講西煙，一年講開了，揾來揾去，佢6年下來，乜解是學唔來，學到亂七八糟，窮愛按樣，所以有時候是材料，其實媒體的核心在於，它會把這個材料變成一個素材，其實大家可以用。如果我們在教的時候講到過年，講到處理這一段節目，也許就是好的教材。這種實驗性的東西，在公共性的媒體裡面比較有可能實現。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那公共性的媒體，它可以做這樣子的實驗或這樣子的事件的時候，因為它的材料也是公共的嘛，它的版權比較容易取得的情況下。其實會比我們在商業台或者是在商業的廣播電台取得的材料來得更有實用性、更有效用性，它發揮的能力會更大。它不會說只是錄完了就走了，這很可惜。所以可能我們長輩們可能也可以給我們一個空間啦，就是說讓我們做一點實驗性，但是其實是為了語言的永續。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我們可以再想想看。能夠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多。因為人我估到，客話講下過 value 嘅人，如果同時去估冇馬會講客嘅人，其實真件估唔到。因為一隻節目唔係客話比例高，係好上嘅路就係，客話比例少，老人家路就係。家老師咁講咯，啲節目按用嚟規劃係個好嘅。好，所以要考慮到一點哈，我們在考慮這個聽眾或者是觀眾的特性的時候，我們就要考慮到說。正常廖隊員講唔捌了嘅，阿伯廖隊講嘅講不了嘅，又完全冇相用嘅語言嘅需求，所以現在很多的趨勢就是說我都是混搭，就我們講的自然腔哈，有可能說這個主持人裡面一啲講客，一啲冇講客，好剛某一位也部分呢來講客，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就講普通的就是華語啊，講其他的語言，用這種混搭的方式。那重點是我們其實在整個節目的規劃裡頭有一個觀念應該是。塑造一個可以親近的客家語言文化傳承學習的平台跟環境，那個是比較重要的。所以我們不可能說看電視成為我們生活所有的全部。可是如果有提供一個概念，客家話其實不是那麼難啊，像怎麼講啊，這個有一些常用的哈，這個買東西啊，有一些我們在很自然的情境裡頭，我們都可以去聊，可以去講啊，文化節慶習俗啊，這樣子慢慢它提供了一個親近性。有一個生活的共同性跟接近性，就一夜時節講嘅話，變嚟講啊，我每天都全部攏講，唔過我要一兩件嘅會多，我第一日依文化傳承都揾下來，一日依會存在。其實一個跨語言
是不是跨文化嘅沟通係最重要？也咪係一啲族群媒體最重要嘅一隻任務啦。嗬，如係咩自家搞自家嘅嘛，我派啲族群來認識，上一來認識啊。唔過對老人家來講，伊都會講我講啊，眼人都啊唔簡單，都成立俾一隻係合法講客嘅天台同電視台，唔用唔講客，你會講過呀？其實也嘅。冇乜答案嘅嗬，唔過都大家用嚟來增加，應該講用嚟增加嘅同老一輩人嘅溝通，能咁講。幾難嗬？千難嘅問題，嗬，所以我講啊，那自己規個節目經營嘅規劃嘅時候，如果考慮到啊，我也嘅節目到底對嘅對象乜嘢？哦，唔該講啊，嗬，對合法教不了嘅可能每天年紀睇啦，對合法教不了嘅嗬，按伊。愛樹堂嘅特性，嗬，按我哋都規劃入嘅，嗬，所以唔該講啊，介紹傳統戲曲、客家戲曲，嘅可能客話比例會較重，因為一般嚟講，也對象嚟講，伊有青島客安尼語言文化條件，然後對也戲曲有感到興趣，所以前一種情況可能會較個重嘅客話語言嘅比例。啊，唔過我嚟講，中央戲曲嘅同時咧講流行的偶像劇啊，流行的音樂啊，家嘅每天都用安全嘅客話嚟講，可以用手機嘅方式。啊，唔過唔寫嘅內容本身客話，啊唔過唔介紹嘅時咧，嚇唔用講嘅是普通話，華語、閩南語不等。咩親好啊，可以了解。一下後邊主委李雲德以上台愛準備支持嘅，我哋嚟看現場。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好。我哋等你請教嘅，我拜託大家吼，再一次吼，幫我哋 NCC 咱們主委吼，嚟給眾上吼感謝好冇？感謝咱主委。其實哦，也帶上到客家人啊，像咱們吼尿片啊，剛剛那個林彥宗吼，同樣是尿片啊，唔會講噶啦，當然，故所也跟乜嘅原因啊，中間咧天台吼，他跟人講嘅客家話基礎學嚟，哦發揚傳承下去啦。首先哈，非常感謝安多嘅哈，我哋嘅鄉親貴賓啦哈。哦，對哈，各體咧哈，來也參加今日咧講客廣播電台嘅開播嘅茶會哈。當然啦哈，係講今日大家哈，真歡喜哈，因為咧哈，見現在啊哈，我哋全國咧客家我哋嘅廣播電台啊，差唔多170家，哦，170台，屬於客語自聽嘅電台啊哈，像5家。5間嘅啦，佔所有嘅廣播地位啊3%。啊，我哋客家人咧嗬，喺全台灣嗬，佔19.3%嗬。嗰所以一個比例呢嗬，非常嘅少。一個也更顯出嗬，我哋嘅講客廣播電台全國性咧啊，哦，一個廣播電台嘅開播呢個非常嘅嗬嘅有意義啦嗬。當然咧嗬。雖然講現在啊，3%嘅我哋客家電台同市場嘅佔有率3%嘅嗬，但是呢，我哋經營得非常嘅辛苦，嚇，非常嘅辛苦。我聽跟大家所有關心嘅客家鄉親講，全國客家廣播電台成立以後呢，嚇，我跟現有嘅所有嘅廣播電台、客語嘅廣播電台，共存共用嗬。來創造一個更大嘅一個客語廣播電台嘅市場跟舒坦嘅觀眾。當然，亦個人哋拜託人哋所有客家鄉親咧，對人哋自家客語嘅客家嘅廣播電台咧，大家嚟拜託嚟支持大家嚟想象創造一個更大一個環境，俾人哋客家電台客家嘅人嘅廣播咧可以有存在嘅環境。啊，另外一方面嚟講呢，其實想起來今日我哋真歡喜，但是一個廣播電台談起來是真簡單啦。但是呢，從2000年我哋民進黨提拔執政以後，就開始做努力的。2002年
俺们省立的客家天师，他敢因为过困难的事情，反而天师团反而已经先省立了。但天团呢，一直就没办法，主要当时的那个频率呢，当然当时呢就没按拄好了我也唔讲按清楚了按冇拄好了故所以冇成立。革命党嘅呢马英九呢2擺選舉，也係同人哋全國的那個所有的客家鄉親承諾2擺選舉也有講到，而成立嘅全國的客家廣播電台，也千3萬，包括立法院也千3萬都做，但是呢，還是缺臨門一腳啦，缺臨門一腳。按個蔡英文執政以後呢，伊頭都有講到，展現新政府的決心。故所以呢，包括行政院，包括林院長，親自召開NCC 及還會會議講應用的了這個促成一個客家跟原住民天台可以成立啦。嗰隻嘅過程點樣呢？行政團隊呢，我感覺真感謝啦，大家真善忘啦。講今日呢，我哋嘅客語講客廣播電台呢，未來更加重要啦。我哋當然未來會變得我哋嘅專業、傳揚、發揚、創新客家文化，讓我哋客家話變成一個主要嘅通行語言之一呢。一個目標，大家嚟努力。將來會成立一個基金會嚟經營一個電台，用專業嘅方式嚟經營啦。而現在呢，當然客家委員會呢，直接就經營，也有人講嘅，係唔係講乜嘅政府做唔得經營媒體啊？其實係講一個全部依法有據啦。健康客家電台就跟警察電台、教育電台同樣啦，相同公營電台啦，一個有法律嘅根據。當然未來呢，我哋會朝更專業嘅方式嚟做啦。今日呢，再一次感謝大家呢，從家拜託大家繼續嚟支持大家從家嘅努力，讓我哋嘅行業電台可以發展越好。發展越好嘅表示呢，其實我哋客家嘅行業環境呢就越來越好，對客家文化未來嘅發展呢嘅環境會越來越好啦。大家從家嚟答辯，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什麼太極啊？按支持落啦，謝謝。好，我哋聽到係客委會主委李雲德，伊有好多講到講，成立一個全國太公里的電台，會同中小公里的愛共存共用有，其實伊講嘅也辦，因為地方電台內面嘛會講如小片的唔知會影響到乜嘅冇伊也有強調講唔會啦，大家唔會來搶啦。頭先人哋講到講，一個電台成立嘅伊個節目都帶按用嚟回報過好。其實除咗一個節目唔按用嚟克服嘅到唐中伊個需求以外，其實連天師如係傳統媒體嘅更加幾多年已經唔看電視嘅，尤其後生嘅。係，俺哋老師徐老師咪有做調查嘛？其實俺哋做嗰種收視值、屬實值的調查，越來越多嘅後生嘅伊唔係透過電視機睇看電視嘅，睇下人講數位匯流，如係傳統嘅媒體，總可以透過網絡，唔係形態路冇共用嘅。韓國唔是個廣播，又係韓國做嘅韓國傳統嘅媒體。面對安尼嘅挑戰，老師有乜嘅建議冇？一個廣播，甚至講客家電視，而一個出去媒體更加難開始做傳統嘅。按讀到大家可能過少聽廣播，過少看電視嘅，咁唔肯應該應用嚟去面臨一個挑戰。劉先生先好。其實看電視大概太低只做的團一下啦哈。你看電視雖然是在網絡上看，可是還是有看哦。我們有看到說，電視劇並沒有因此這樣消失嘛。消失的其實是廣播，廣告的大餅。在網絡上追啊。消失的是廣告的大餅，慢慢變得很小，那就有其他的商業模式要取而代之，這樣，這才是大問題。但從觀眾的角度來看，我還是要追啊，我還是要看啊，這個男神女神都還是存在。那廣播恐怕也是類似，所以有一個比較核心的工作，可能未來我們的，包括我們其實電視台現在也在做，就是對樂聽人的掌握，可能要更有技巧一點。就是說以前我們可能是靠機上盒去算了哈，可現在恐怕不能這樣。廣播也是，因為在我們自己的生活裡面，大概可以看到說學生什麼時候聽廣播呢？其實在做報告的時候。
好，或者是说一些特定的时候，那他不是没有，但是他是当背景音，类似的背景音，他不是专心的做这件事。现在的媒体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样，包括戏剧都是，有时候一边看戏一边在 PTT 上面评论这样子，看球也要评论这样，都是多赢的状态，然后多环境都升到多环境的状态。所以对观众的描绘掌握可能是很核心的工作，然后掌握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现在准备要考试，或者是哪个时间他正在做报告，那个时间的节目可能就有一个特殊性去满足这个需求。那也许我们的这个受到关注的这个方式就会比较接近我们的想象，这样。那这是一个，然后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有比较老的族群在看着我们哈，所以我想这一部分也是需要重新去理解，说已经会讲客语的人，已是你搞给他发嘞，那他到需要什么？所以有一块应该是对说，特别是客家，我们的族群收听族群里面有一群一定比例的老年人口的情况下，对老年人口的传播，可能在内容上还要再精进，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觉得说，那老人家就看大戏啊，哈，老人家就听一点新闻啊，唱唱歌，可是可能不是，会有新的人变老，然后新的人他的媒体的想象，跟我们想象20年前我们所谓的老人家媒体想象，恐怕是不大一样。那所以对老人的传播那个内容上，可能还要再特别注意。对，基金上为客家天师作为几多年呢，也个调查吼，你这个发现咩屯流行上运用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挑战了哈。我们讲一下数位汇流的时间了，其实媒体的分界，它变成说它还是需要，可是它的形式跟接收的平台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越来越快速。这是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挑战。所以同样一种情形，另外呢，我们如果另外一个角度上思考，那我们常常讲一元多用，同一个这个可能是素材，可是在数位的形式里头，它可以做不同的这个再制、重组跟运用，然后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做。所以运用的话，也得给收给荧幕的节目。每天一次传统的媒体都一次要谈40分钟，谈1点钟。它某一点的，可以片段针对某同的听众族群挑重点。但是以后背呢来做一个我哋讲加工，都可以针对某同样的对象，对后上的，他可能就谈个个的，或1-2点优惠。不过对我哋另外咧，了解族群来讲，伊可能爱讲到后背文化伊讲过沉的，结果都无相同。不过同样一个主题，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可以一元多用的形式上去做汇流的安尼，也有另外一个方式都可以解决。而家针对某圈用嘅出品啊，像高耸呀呗，尤其美国啊，因为做过多嘛，伊啲纸牌屋伊会翕，伊先用大数据吼，去用如风去老过多，大家观众伊对某个词。如果有反应呢，伊呢都针对那个事情去写一个新闻、剧本，针对那个东西去拍，更加东方也越来越多诶。如果针对观众的需求，唔係講我做嘅可能是唔會喜歡嘛。不過其實嘅會不會中，其實也件事情，大家也係差唔多誒。就算你撈很多大數據吼，對客家安尼嘅嗰少數嘅族群，其實大數據是撈不到的，你們完全冇。你講網絡聲量吼，你睇網絡好無常啦，安尼我靠嘛個東西去，都係像老師講嘅收視值呢，都係可能要過細個方面去做調查，去提供觀眾喜歡嘛個呢。所以經過到嘅也種做嘅前一個，我丟東西去試水溫，你講健康試水溫咪好，比如講講以前咧介紹也可能青島發題，比如說勞動議題，我可能丟一點點梗出來。可能後背也三個期間，大家有興趣無？有人討論無？有人講到嘛無？對也地背去可能因關心的議題嘛個，我可能後背用也方式去調整來做法，不管節目的方向啦，也我們行銷的方式，其實攏用安尼去做，跟青島安尼。另外咧，跟像安尼從當上天師有嘅看得到嘅廣播有嗰種搶堂嘅，跟其實冇用到世界冇相用嘅冇聽安尼，跟有直播，所以嘅你攏講啲笑話講廣播的人怕曝光，見光死，跟咩跟直播，一面播出一面看到，跟打破了媒體的分界啊，所以你要考慮講咁馬東西，大家有興趣。
啊嘛会有个深度的讨论，吼啊表示我乐听众如果挤压点，挤压点我们就在这个部分去做的延伸。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戏剧是结局不知道为什么，经过观众决定的结果，观众来决定，观众来决定，假如会增加跟观众互动，其实也係媒体經營最重要一點，為咗唔能放喺多伊，放比較閒下嚟。同時間也有發現講，因為觀眾以收看咧收聽嘅方式多元嘅、多樣嘅，電視台或者係電台，咧人力配置啊，其實也唔係傳統嘅方式嘅。變哪講，其實是有韓國多年，因為有嘅人伊不但做傳統電視嘅，像老師講，我去加工，教有加工嘅人，係老師也有發現安尼嘅情形嘅。其實應該是講說，數據上在網絡上沒有數據這件事情，就是少數族群真正的困難嘛，哈，冇人講咧，冇人討論啊，大家只神發之內唔知人冇時間做兩樣事情，所以那個邏輯是一定要讓它越大眾化的一個概念，就是說我要有最多的人來看我的戲的概念的時候，你這麼做是可以的。但我想族群電台、族群電視台，特別是我們客家在台灣的這個比例哈，人口比例、說話的比例來看，它其實不合用這個邏輯啦。但是要倒過來說，可是數據對我們完全沒有用嗎？可能不是，它只是說我們可能要倒過來想，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一批人很愛我們的節目，是我們的忠實的觀眾。那這一批人，他們可能不是大數據，可是他們是對我們有深刻的認識的，他們可能會提供我們一些。我們怎麼想象這件事？舉個例子來講，說客台這幾年的戲劇有很好的表現哈。你看那個出境事務所看的絕對不是只有客家人，那不是客家人的人，他來看出境事務所，他到底在看什麼？我們可能要抓這個。然後不是客家人的人看出境，當他聽到客語的時候，他在想什麼？他怎麼調整客語跟他日常生活裡面那個不對等的狀態？這個可能很核心，因為我們就是要讓他們看嘛，這群人就是我們真正想要擴大族群邊界、族群交流的一個對象。好，但反過來說，我們的老一輩的人覺得一定要講客語的人，他在挑剔的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子挑剔？那個，我們可能要回過頭去再想說，一定要這樣不可嗎？那在哪裡？或者是這個東西如果沒有，是到底是怎麼了？哪裡會出問題？他們到底怎麼想的？我覺得都可以再了解，因為如果就是怎麼講說，我們在台前的人做的都是我們希望能夠做的，可是觀眾給我們的回饋，我們也希望能夠照顧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指標技術來重新去萃取樂聽人對我們的這個理解或者是評價？因為我當然對既然我成立一個如係要救一個語言嘛，吼，反而要救起來要救起來，眼裡頭都也有大嘴故講都講。我感覺個語言的流失，我自己10年來看，其實不可逆的吼。如果救唔到一度，如果難免會有這種無力感。人家有廣播，當然佢好像我如果我講，我羅論嚟講，嘅教學如係稀有奇妙性嘅，如係美國會講嘅人，伊可能會上去來聽。不過對伊上去一心去救語言嘅人。伊可能如會卡住嘛，吼，如會講，像老師頭講都講，伊能關注的如係客話講啊，唔係規章，也如雞生蛋，蛋生雞，因為唔冇一個產業出來，如唔可以有，我講下嘅原因來，人有社會，如講唔章，如會按你因循環，老師嘅發現很用咧。所以講到清楚吼，所以要雞生蛋，蛋生雞嘅問題，所以對我哋。公營的電台也電視台嚟講，因為這是政府支持，如果看到一點，所以我要鼓勵講啊，吼，要太膽去做，太去做，要創新，因為永遠都那個圈子裡頭打轉吼，唔通永遠孤獨嘅就搶人哋切家底杯一些群人，但是對文化傳承嚟講，其實佢仲有嘅創新，可以傳嚟下去，所以一定會有冇咁樣嘅想啦，硬要做冇可能每個人都滿意嘅，所以。做到一種情形，對公營嘅電台嚟講，如果創新，唔可以第一條路去本他個行，所以對我哋去可以做談會時間嘅我哋地方嘅廣播業者嚇，嘢講，我哋咩底下有重要性，我哋咩底下去傳承去商業，唔過我哋投資資金喺每天會嚟談，係看唔到，對我哋上一個電視嚟講，地方電視嚟講，也投資我佢強，我哋每天都喺度投資，不過我哋公營嘅電台冇相同，我哋要
有力量的应该要安尼去思考啊，最少唔是少没钱呐，嘿，都会虽然没有钱赚，可是你也不会没钱。嘿，老师有帮大家提一下。其实昨天看那个徐老师的报告哈，就是看得很清楚，说我们那个客台的节目如果收视不错的，都会跟有几个元素嘛，比方说很棒的明星或主持人，像我们那个明珠去年在国庆的表演，那个主持之后。人气就很旺，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就进来看，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有一个很核心的点是刚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如果说客台有一个推广的这个责任的话，哈，可能要让我们用不同方法去做，就是我们努力去做，但是让我们用不同方法做，然后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出比较好的路了，因为。你下就吃到讲，像伊用安讲都很好，你只进驻止，其实没懂奇怪啊哈，你没有人家专业的事情来做啊哈，所以好像应该要让我们有尝试的机会啦，可能让跟这个长辈沟通，在这件事情上可能要尽量让他们知道。假使几多那个离开内容吼，讲那个体制上，如头都安尼也小可有讲到的，也下应该政府的规划如系公学天台同客家天师，可能下一摆如应该会变到那个要新成立的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甲客家天师可能如果离开公司的共享天师，就算判公行去提啊，也有可能，因为安尼个上资源嘛吼，毋过毋可能都属于咱伊只基金会的。政府又有大公馆的那个先前讲嘛，上，因为大家也讲台湾按细杂的，毋可以按到共享集团做嘛咯，应该总可以装手腔下安尼。假使客家天师离开的，下一摆伊屯公下天台，很有可能够倒转来也个公共集团哈。老师用来看安尼个情形，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客家电视台跟讲客电台，它自己可以是一个小集团，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们就2个人在一起就叫做小集团。那到底，但是它跟整个公广集团的关系到底是一定要分得远远的，还是有没有个机会去合并？但是从过去的电视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情况大概会出现。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是修客籍法还是修公示法。我们都是历史性的进程了哈，有一天它也有可能就是修在一起，就像你讲的说按谁在台湾按都接团做嘛来讲，那我认为应该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希望有一个客家公广集团的话，那离开公视呢，也许暂时是可行的，因为客家人有客家人希望达到的目的，那是族群的目标，它跟传播关系比较小一点，它是族群目标。那族群目标达到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永续了。如果进入公广集团对永续比较有好处，我们应该不要排斥它。原因是在资源共享的情况下，所有的频道比较能够雨露均沾。好，然后呢，我们也比较能够把资源用在好的、对的地方，我们想要发展的地方。所以应该要有一个保留的空间，说它是个历史的进程，不是因为我现在分开了，然后目的达到了，结束以后就是这样子，200万年都是这样子，应该不是这样子。它应该要有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空间。那它要不要回来，或者怎么回来，这恐怕是到了那个阶段之后。开始要跟公视集团重新讨论的议题，在那个阶段底下，我们的乐听状态、我们的媒体汇流的状态、我们的法规制度、政府的状态，恐怕要有不同的条件，必须要共同的重新组合。那个我们现在可能可以想象，但是到了那一步的时候，有实际执行上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样，执行上。所以这个重点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就像那个刘老师讲的，到底是现在呢是。在族群为考量为主体，还是我们是要以这个传播的永续跟资源的共享为这样的一个考量？好，那对于现阶段呢，因为客家电视台走14年，好，那当然在公广集团里头，好，并没有那么长，但是也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议题上去思考说，是不是在资源共享跟发挥共同的力量，它可以做得更好？这个角度上来看，在这个公广的体制下，有没有办法确保？这个族群的这个在节目的一个主体性跟专业的发挥度，但是又可以达到资源共享。如果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运作那么顺畅的话，那可能是不是
考虑讲啊，用另外的方式，反正去有一类公广集团，客家的公广集团这样的概念来运作看看，然后在这个运作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可以发挥？当然彼此有一点竞争的关系，可是有没有一些合作的空间？然后尝试用这样的角度上去思考，也是另外一个角度。今日非常感谢两位先生，同安尼做过度建议。其实我有时把偷渡可能向前有发现，如果来许多我哋客家天师的问题，不过下一摆如何强用，如何我哋喺呢度出拳，我用嚟去发上，用嚟下一摆语言是在上修下去。其实如何过重要，我也希望个唔係像專業嘅複雜有關係。其實向前也希望大家安尼時光年嚟吼，是得繼續去看，繼續去注意，安尼多大出拳媒體應用嚟繼續發展下去。非常感謝向前的蘇坤，感謝先生，我哋再會。如果聽日只會發動傳統的，人們向 ABC， 邊一邊做生意，台卡我做先貴，大家綜合變落去，來說 ，Let's go， 個推卡過來 ，Let's go， 個推卡，來 ，Let's go， Let's go， go， 個推卡，羅拉，謝謝大家。